香港叔公咧就退休3年啦，仲係住緊劏房喎。我帶佢睇啊，呢一套100萬嘅房，16層嘅小高層，地鐵口50米嘅啫。佢話香港樓價咁貴啊，呢一套真係筍盤啦。業主話19年買嘅房，依家移晒民去香港，急住賣啊。咁我查晒紅本啦，央企備案真係冇問題噶啦。但係我又驚喎，內地房會唔會縮水呢？82方做到3房俾到你，夠唔夠住？你哋話值唔值啦？評論區幫我分析一下。香港叔公咧就退休3年啦，仲係住緊劏房喎。我帶佢睇啊，呢一套100萬嘅房，16層嘅小高層，地鐵口50米嘅啫。佢話香港樓價咁貴啊，呢一套真係筍盤啦。業主話19年買嘅房，依家移晒民去香港，急住賣啊。咁我查晒紅本啦，央企備案真係冇問題噶啦。但係我又驚喎，內地房會唔會縮水呢？82方做到3房俾到你，夠唔夠住？你哋話值唔值啦？評論區幫我分析一下。